阮阿爸讲，伊细汉的时，定定互因同学欺负，是安怎哪会安尼？是伊较含慢读册是无？暂时咧，伊的成绩真好，是阮阿公因兜较善车，才会互人笑，阁互人凝视。凝视哦，安尼是霸凌呢？恁阿爸细汉实在真可怜。若是伫即卖的时代，就会当拍113的电话来甲伊救啦。即卖咱的同学若是去互人霸凌，拢毋免惊，赶紧甲老师也是爸母讲，嘛会使拍电话予113，自然就有大人来甲你救啦。即卖大家一句一句对阮念。尊重生命是人权，伤害别人罪正重。无论善车好野人，边悬边低拢相共。大家老早，阮是4年号班，我看天佑心态。阮阿爸讲，伊细汉的时，定定互因同学欺负，是安怎哪会安尼？是伊较含慢读册是无？这毋是咧，伊的成绩真好，是阮阿公因兜较善车，才会互人笑，阁互人凝视。凝视哦，安尼是霸凌的。恁阿爸细汉实在真可怜，若是伫即卖时代，就会当拍113的电话来甲伊救啦。即摆咱的同学若是去互人霸凌，拢毋免惊，赶紧甲老师也是爸母讲，嘛会使拍电话予113，自然就有大人来甲你救啦。即摆大家一句一句对阮念，尊重生命是人权，尊重生命是人权，伤害别人罪正重，伤害别人罪正重。无论善车好野人，无论善车好野人，低悬低低拢相共，低悬低低拢相共。搁念一摆。尊重生命是人权，尊